再来看双十国庆要到咯，表演节目咯，用来做最后的演练。国军今仔透早嘛展开空中全兵力的预演，挂到北国旗的契努克军用运输直升机是飞过总统府的天顶，场面是真壮观。那么做伙来欣赏。 派出 F-16飞进行天气观测，为着要让国庆大会的空中操演顺利进行，国军透早展开空中全兵力预演。即摆国军出动一架契努克军用运输直升机、2架乌鹰直升机，也阁有5架永鹰高教机，参6架 AT-3教练机，早起6点45分开始，陆续飞过总统府头前的顶面。 挂大北国旗的军用运输直升机飞过总统府的顶面，场面壮观。那6台 AT-3教练机组成的雷虎小组喷出3色彩烟，飞过总统府顶面，也非常的震撼。国庆筹备委员会有告，10月7日透早也会进行全兵力预演，包括三军各机队长加紧排练，希望在国庆大会上带予民众上精彩的演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